你的台语有偌高？你的智慧值偌多？即摆有一个机会，互你看你有几斤几两重，3万有够无？不够，53有够无？100有够无？有影，真正100万，真正计100万呢？当然嘛是真的，咱这是公司台语台的，哪有可能会骗人的？赶紧来挑战！你爱扛呢？系啊，你爱扛哦，扛诶，你有扛吗？我扛啊！几万买落啊！你敢比完？你2万啊，是2万啊，100万。今日在北京讲啊，今日去进，不是去水进，去陪大老的，家母陪嘛袂晓，讲伊武汉地表去。公司台语台，拜二到拜三暗时8点，全家有智慧，100万奖金等你摕，收。